係早晨嘅，我哋睇翻本港嘅股市咧，上個星期咧有輕微嘅調整啦。咁事實上上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，恒生指數都下跌嘅，技術走勢咧開始轉差。咁好明顯我哋睇到咧，即係港股連續升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咧，開始有啲技術調整嘅需要。尤其是我見到咧前期比較強勢嘅板塊，包括啲本地嘅地產股啦，同埋一啲房地產信託基金股價咧，亦都喺星期五開始有個回調。咁我哋相信短期嚟講咧，大市回調嘅壓力會比較大啲。我哋預計咧，恒生指數喺21,500咧係會有支持嘅。所以喺操作嘅部署方面，我哋會建議投資者喺恒生指數回落到21,500以下嘅時候，再作一個重新嘅部署。咁短期嚟講咧，都係建議逢高減持為主。咁當然即係本地地產股嘅跌幅會相對上會大啲啦。咁如果後市方面，我哋睇到今日咧，中國會出新一個月度嘅 PMI 數據啦。咁呢個數據主要係反映咗即係中國製造業嘅情況啦。咁同埋去到星期五咧，美國會有一個新嘅月度嘅失業率嘅數字。咁呢樣嘢都係會影響咗即係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前景嘅睇法嘅。咁但係短期調整，我諗主要原因我哋都睇到啦，美國第二季度嘅經濟增長率咧，以年率計咧，只係跌到去1.2%，呢個比前期預計有2.5%嘅增長咧係低咗好多嘅。咁所以咧短期嚟講咧，亦都會構成大市咧下調嗰個壓力嚟嘅。咁我諗短期嚟講，我諗投資者可以關注嘅品種都係一啲防守性比較高嘅股份嚇，前期升得比較多啲咧，就需要避一避啦嚇。咁所以短期嚟講，我諗都係靜待調整之後，只係入市嘅好時機啦嚇。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，唔該晒各位。